后来过来业界的消息，蔡依林的演唱会将暗最后一场伫高雄，特别邀请到小 S 两个人尬舞来带动高调。 艺人小 S 做蔡依林演唱会最后一场的嘉宾，两人是一乌一红，形成强烈的对比，还佫有较刺激的。蔡依林一个真跳出来歹势，要过两人จิ้了伤强，小 S 的妆全咧飞起，这小 S 呢继续伫甲进攻。好，那如果姐想要唱呸的话，我们来安排。你没有讲这个话，真的，你不要说人那么假好不好？ 闻到绯闻就这样，然后就一直跟公司打 pass， 然后我想说，也不就是谈个恋爱，怕什么？对了，小 S 蔡依林强要挡袂调，这个小 S 来做嘉宾，真正是有准备，唔若唱舞女。我要的模样，虽然给游来游去，佫有唱《浪子回头》。 蔡依林的演唱会为观众翕比较500，开讲过程拢比较较冷静，因过小 S 一日来，规个气氛变甲真笑开，或者歌迷除了听歌以外，嘛看到综艺节目的效果。